行入田野庙埕广场，观察人丁的故事。国家两厅院两组创作团体是甲因行入台湾社会访问到的故事，改编做剧场表演，推出2出新作品《寄生之庙》甲《炼丹场》。夜晚7点半，第2台《青春的梦》要带咱的观众朋友甲创作者，同齐用日常生活内底上较熟悉的代志来思考公共议题。 舞台顶打击的乐器讲出声音，用剧场去做出想象的空间。国家两厅院今年爱到实验场，有2组创作的团体，甲台湾人生活当中真熟悉塑胶甲庙宇营造创作的主题，亲像试用机，用声音让观众重新理解对庙宇的想象。第15签。 这个主题是甲宫庙文化有关系，我就用声音来起一间庙伫这个黑盒子内底，你就会当想象这个宫庙的样子。为了把真正的感受搬起入舞台，却未准工作室的统筹在眼顶，甲共同的创作者张雅纯，因去做电影调查，记录就化产业对宜兰带来的变化。 也有居民伫咧历史的变迁当中，因的感受甲影响。宜兰好讲无爱留轻这代志遐有名，然后去看卖讲后面讲有发生啥物代志，然后讲有后面的人讲安怎想。我希望观众朋友看了猎单场了后，会对于阮大家用到的这物啊。 也是生活中发生代志，会感到好奇，会想要去知影搁较侪代志。艺术家希望观众伫咧剧场内底，重新去思考、感受每一天用到的塑胶，甲去庙里拜拜的信仰，这个是安怎伫咧咱心内定根。 看到做一咱想袂到的方式，伊拄啊算遐个，啊，我著甲伊的信仰做一个表演传达出来。这是我感觉即马咱台湾这几年的文化，愈来愈看会到的。不是自己家里地，我每块地都可以。这阵艺术家用电影、声音、甲舞台，甲台湾日常生活内底上事上的代志，带清在不妨要义的记忆重新展开。伫国家两厅院的舞台，要互大家对塑胶、庙宇、土地，也佮有生活，会当有更较侪想象甲反省。记者洪兆生、吴一修综合报道。